聖經詩篇嘅82篇嘅第4節，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，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。今日喺呢個世上真係有好多窮乏嘅人，有好多真係需要保護、需要幫助嘅人。教會當然我哋冇辦法嚟到去照顧社會裏邊所有嘅窮乏人，呢個係政府其中嘅一個嘅責任。但係教會裏邊我哋都有比較貧寒嘅嗰啲嘅會友或者係弟兄姊妹，求主幫助。有啲嘅教會佢哋設立咗一個嘅慈惠或者係慈善嘅基金，係幫助嗰啲真係有需要嘅孤兒寡婦，或者係真係需要經濟支持嘅人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喺教會裏邊能夠彼此發揮到彼此保護、彼此幫助、彼此嚟到去相愛嘅一個嘅功能，讓呢個愛嘅見證、基督嘅見證能夠更加嘅發揮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